针对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总统大选的政治献金的争议台湾基进党、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提告，北检嘛已经主动分案调查了。台湾基进党、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12早起先后到台北地检署告发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、刑法背信等罪。郭文哲最近连续爆出疑似我千万总统选前竞选支出申报不实，甲疑似有大笔政治现金流入无可形象公司，引起争议。请柯文哲下午2点拿出这3张916万的正本发票。政治联防部包括有大笔现金流入无可公关行销公司。网称四菜鸟老虎11个点名一间叫做时间的公司，上23个月就摕到过万、千万的案。个人结果，迄当时担任郭文哲竞总副总干事，现任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。对此，陈志涵关切四菜鸟连看乱抓方向。四叉猫先生他还指控说，我恐怕也知道这个1000万是怎么使用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影片要如何制作，这件事情我完全一无所悉。甚至我是到这几天查账的时候，我才看到这家时间公司的名字，还有它所有的金额的内容。所以说呢，他这种断章取义，然后随便的连看，然后再带风向的行为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恶意。也毋过，捌伫郭竞总工作过的徐竹清指出，去年选举期间的校务拢爱交予无可公司的董事长李文冠做核销，李文冠也身兼台湾众望关怀基金会郭文哲竞总的财务花销，这期恐惊有校务无清的问题。财务核销啊，包括小到高铁票，大到我们的活动经费，我都是透过秘书跟李文娟去做申请。那一个人身兼3职，难道这样子的金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？徐竹清也讲，知影爱惜甲保护家己的人，拢会慢慢离开民众党。台北地检署12也主动分案调查郭文哲大选政治现金申报敢是有涉及不法，专案交予检索乌金专组侦办，也无特定的侦办对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